台湾是兰花王国，世界上有超过1/3的蝴蝶兰都是对台湾出口的。今年台湾国际兰展3月7日要伫咧台南的后壁正式来开幕。一连16天的展览，开过4大场馆加5大场馆，有超过10团国外团体来交流，望当提升台湾伫咧国际市场的能见度。 10万外张各种色水的兰花水当当，准备车备迎接各地来游客。一年一摆台湾国际兰花展准备登场，今年展会规划4大领域、5大展馆，要互乡亲探索兰花的多元魅力。让21档亚太兰花会议嘛结合台湾国际兰展联合举办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一场盛会，通促进台湾兰花的产业发展，进一步提升伫国际市场的能见度。我们备受民众喜欢，跟国际这边来的备受瞩目的品种的竞赛馆，商务的接待接洽馆，然后市集兰花的市集馆，以及兰花的生活馆。 那我们45、20呢，是我们今年里面有20个策展主题。南部天气烧热，适合兰花生长，技术嘛愈来愈进步。全球1/3的乌贴兰拢是来自台湾。去年国际市场的兰花产值就真大，今年展览嘛特别邀请来自越南、马来西亚等海外团体到场参与，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俗，拢伫遮呈现。 就从马来西亚，我们带了一些本地的一些有鸟巢，然后还有跟我们的我们的地标就是马来西亚的双峰塔雨林，有雨林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出我们是有一些花花草草。去年的兰花出口花卉出口总值是2亿美元，这是根据农粮署的统计。 然后，但是呢，蝴蝶兰的就占这花卉里面就占了1.5亿美元。台湾国际兰展到打办20档，主办单位讲会继续扩展兰花产业规模，促进国际交流。除了第1级产业的兰花品种育种，第2级技术发展，迈进一步整合城市观光模式，透过这个合作平台来参世界连接，把提升台湾兰花伫全球市场的地位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